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10，诗篇147篇80到90安尼讲：伊起云夜天，为着地避万雨，予山发草。伊想事食物，予走兽甲得好的乌鸦囝。三甲来祈祷，为地避万雨，想事食物，予走兽鸟食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一切的创造主，你是掌管世间万物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想事万类活命的主宰，主啊！你的权柄大到诸天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愿所有属于你的儿女，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大声来称颂你的名，也袂让世间人讲起你的所做是奇妙伟大。主啊，你听惜你一切的所做，也祝福予世间人，你予万物拢伫你的恩典中来成长。你起云夜天，为着地避万雨，予山发草。你想事食物，予走兽甲得好的乌鸦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